大家好，我係黃台仰 Hong Kong Watch 嘅 Policy and Strategy Advisor。咁而家係10月1號嘅柏林時間晏晝3點。開始咗絕食就大概28個鐘，係啦。同大家 update 下我琴日同今日嘅狀況。咁琴日我就喺 Brussels 啦，因為有倡議嘅工作，以及係有個round table 喺歐洲議會嗰度要 host。我所以就朝頭早食完早餐10點零鐘之後，我就冇再食嘢啦。咁晏晝因為好多 meetings 又要行嚟行去，咁係幾肚餓。咁同埋因為要 host 個 event 啊，要 host 個 round table 喺 EP，咁都有少少 stress。琴日晏晝都即係個不適感都幾強嘅。咁但係好彩我 Hong Kong Watch 另外一位同事 Thomas Benson，咁佢就都喺 Brussels 啦，同埋佢同我一齊做呢一個禁食行動。咁佢就淨係琴日一日禁食。咁有人一齊去捱，其實係感覺好啲嘅。咁 Ben 琴日嗰個 video 都有講過，即係 solidarity 嘅重要性。咁係咯，我琴日自己就感受到，即係當自己受緊苦，又唔係真係好苦嘅，即係總之有啲困難啦。有人一齊去，有人明白你，有人去同你一齊捱過去，係會令到我覺得即係自己都係有能力可以克服㗎咯。咁就係咯，琴日完咗個活動之後，咁就飛返柏林啦。咁成段時間都係即係好肚餓，同埋體温有啲低。咁今日起身之後，個空肚感冇咁強嘅，同埋感覺個腸胃系統好似 shut down 咗咁樣。但係體温都仲有啲低，咁所以你見我即係室內都着住件 hoodie。今日係10月1號，中共國嘅所謂國慶啦。咁對我嚟講，呢一日就真係完全冇嘢值得需要慶祝嘅。唔知大家即係喺網上面應該有見過一張圖，就係講即係喺歷史上唔同獨裁者殺過嘅人嘅數字。咁第一就係毛澤東啦，第二就係史太林，第三就係希特拉。咁當我望到嘅時候，即係嗰個諗法好感慨，就係即係第二、第三殺人最多嘅政權，其實已經倒咗台，但係居然殺人殺得最多嗰個政權，即係中共政權，仍然仲係即係掌控住即係13億人口嘅命運。甚至乎未來，若果佢哋即係決定要去打台灣嘅話，咁台灣上面幾千萬人嘅未來嘅命運，亦都會俾佢哋影響到。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，11就係一個提醒，就係呢一個殺人政權，喺過去幾廿年，都係不斷透過壓迫去維持佢嘅政權穩定，去推佢政權嘅政治野心。對我嚟講，即係可能喺歐洲住耐咗，發現其實有好多人都真係未必好了解中共係一個點樣嘅政黨，中共國係一個點樣嘅國家。好多人都會即係被即係中共嘅經濟發展，以及係佢哋嘅科技等等去被 amaze。但係背後因為呢一啲經濟發展，呢一啲經濟呢一啲技術啊等等嘅增長，佢背後有幾多人被打壓，佢哋有幾多人受過嘅苦，其實喺呢一邊唔係太多人知。即係最近幾年，因為香港嘅運動，因為
東突厥斯坦所存在嘅集中營問題，先令到更加多人知道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流散咗喺外面有自由有 privilege 嘅人，需要去記住，仍然係被呢一個中共政權所壓迫、受緊苦嘅人，以及要去提醒個世界，中共政權係一個點樣嘅政權咯。咁嚟緊2日會繼續同大家update。